TVBS 欢乐台，女人我最大。今20日，新春开工，主持人蓝心湄笑说，这个年假她临时取消出国行程，度过21天吃饱睡，睡饱吃的。每天下午才起床的她，平均日睡14小时，却不胖反瘦了4.5公斤。面对新的一年，蓝心湄表示，希望周边我爱的人和爱我的朋友都平安没事最好，这是我每一年的愿望。女人我最大，今年17岁，她也向粉丝喊话，希望将来还有一个17岁，陪你的女儿一起度过生日。蓝心湄原本年节假期安排北海道旅游，但因当地气候太冷，临时取消行程，因此这21天假期，她每天在家睡饱吃，吃饱睡，如此悠哉的让她发现，原来好的睡眠品质可以帮助代谢。另外，他认为放假就是开心的吃，但要吃的、吃喝都应保持心情愉悦，才不会暴饮暴食，知道撑比失恋还要痛苦，而且还不断长脂肪和肉，就算放假不小心胖太多，蓝心湄呼吁粉丝多看《女人我最大》，就能透过老师教导的简单和穿搭技巧，让自己显瘦。年节悠哉度日的蓝心湄还透露，大年初4蓝妈妈就关心询问怎么还没去工作呢？是不是得罪了制作人？生怕女儿不红了，不断催促蓝心湄赶快化妆出去工作。所以大年初8她只好化了个大浓妆出门，与友人吃饭闲晃到晚上才回家，以让蓝妈妈安心。蓝心湄也笑说，开工前原本督促自己要戒酒收心，没想到昨晚妹妹的友人来家里做了一桌美食，她晚上8点半就喝挂，笑说这次又再度因美食破功。